大話嘅，同埋編造虛謊嘅人，講六類：邪術㗎啦、淫亂㗎啦、殺人、拜偶像、中意講大話，同埋咧無中生有、編造虛謊嘅人。其實睇翻呢個世代個裏邊，哇，咩都有喎。殺人我唔知你點跌翻殺人啦，拜偶像，啲人咩都信㗎喎而家，嗬，咩都係神。新加坡咧最近係鬼節，啲人拜到周圍都係喺草地咧插滿晒啲香，唔知拜乜嘢喎，好多人插香啊拜嘢啊咁。我放學嗰度咧要經過一條街嘅，咁好多人咧喺屋企嘅門口嗰啲係獨立屋嚟嘅，喺個馬路上邊咧就擺滿晒啲嘢喺度拜嘅。聖經話喺城外嘅人係咩咧？第一係冇洗乾淨自己衫嘅，即係呢件衫唔係呢件衫啊。佢話冇洗乾淨自己衫嘅係嗰啲污穢嘅人，係嗰啲行邪術嘅、淫亂嘅。講邪術諗到1年前係咪啊？馬航咪唔見咗架飛機嘅，定2年前唔見咗架飛機嘅？佢哋揾啲人咧，嗰啲巫師咧，就揾幾個嗰啲椰子殼喺度咧，喺度念經喎，希望揾翻架飛機喎。咁啊成為呢個世界嘅笑柄。其實喺呢個笑柄嘅後邊，佢真係好多人仲係相信呢啲嘢㗎，行邪術㗎，求籤啦、問卜啦、睇相啦。新年就快到咯喎！新年到嘅時候咧，又去擺明年嘅明年我唔知明年係咩年啦。咁咧就睇啦，哇！我明年會點啊？我冇啊，我唔信呢個，信星座嘅喎。星座咧好多人都睇，基督徒都睇。行邪術嘅係咩嘢咧？我唔知咧。Pokemon 咧。唔知大家有冇玩啦？希望冇啦嚇。喺 Pokemon 裏邊，呢一個遊戲到底係點咧？有啲人話唔係話個遊戲嚟嘅啫，但有啲人話唔係喎。呢個裏邊咧，其實你係同一個靈界嘅東西喺度玩緊嘅喎。我讓自己去睇，我唔可以去講死佢係點，但係我知道我個生命係唔會喺度追 Pokemon 去玩嘅，攞住個手機周圍走嚟走去。佢話喺外邊嗰啲係犬類，行邪術、淫亂嘅。思想淫亂、生活淫亂。講到淫亂嘅時候咧，我哋學校呢個禮拜三即係後日咧，聽日、後日、大後日，禮拜三咧上晝咧係唔使上堂，但係全部都翻學校聽書，因為有人嚟講座係講關於 LGBT，即係嗰啲搞基啊、女同女啊、男同男啊、男同女又男，即係中間咧就亂晒龍，仲有啲變性嘅。佢哋講話咧，從聖經角度點樣睇呢件嘅事？其實呢個 LGBT 咧，即係呢個叫做呢個運動咧，會係彩虹運動嚟講咧，呢個勢力係越來越大，會顛覆整個社會咁。咁好可惜，有啲嘅弟兄姊妹，有啲嘅教會都係贊同呢樣嘢嘅喎。我最近喺網頁上面見到有人分享咧，就呢個係一個美國讀完神學翻嚟嘅，而家做緊傳道人。咁呢位仁兄咧。我唔會叫佢一個弟兄，呢位仁兄咧，佢話我係一個基督徒，我今日喺一個神學院嗰度教書，我今日又喺教會嗰度侍奉。咁咧，佢就講話咧，佢係一個男人，我中意男人，但係我都係有個基督徒。咁啊點咧？咁咧跟住佢講咗一紮嘢喺個裏邊。我睇見嘅時候咧，就係話耶穌話淫亂嘅人、殺人嘅人、拜偶像嘅人、一切喜好説謊言嘅人。包括編造虛空嘅人，編造虛謊嘅人。咩叫編造虛謊嘅人咧？明明冇呢件事就做呢件事出嚟，不論喺教會裏邊，喺屋企嘅又好，或者做自己要做嘅嘢都好。佢話呢啲種種嘅人咧，都喺城外，唔可以進入城裏邊，佢唔可以去享受嗰個生命樹。下一節。喺啟示錄嘅裏邊，我哋到底講，頭先我哋講到話喺城裏邊啦，咁城裏邊到底係點嘅咧？其實咧，我呢度有一段聖經咧，就我想同大家去睇嘅。咁如果你有聖經啊，打開聖經；如果冇咧，你聽我讀好嘛？咁大家都可以翻去再睇下。大家翻去睇咧21章同22章。啟示錄21章10至21節啦。係，咁不如我哋輪住讀好唔好啊？等大家唔好咁眼瞓。咁咧，我請第一位讀第10到14節嘅，邊位讀啊
10到14節 ，Queenie 係幾頁啊？ 21章第10到14節。21。第21章嘅第10到14節先。我被聖靈感動，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示我。城中有神的榮耀，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，好像碧玉，明如水晶。有高大的牆，有12個門，門上有12位天使，門上又寫着以色列12個支派的名字。東邊有3門，北邊有3門，南邊有3門，西邊有3門。城牆有12根基，根基上有高錄12使徒的名字。好，唔該你 Queenie。其實咧，約翰咧喺呢度咧，佢話神咧帶領佢睇到從天上面降落嚟嘅耶路撒冷係從神嗰度降落嚟。有一章嘅第1節、第2節，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。咦？呢個新耶路撒冷唔係人做嘅喎，係神做嘅喎。約翰話咧，哇！我睇到佢落嚟啦。咁跟住咧就第10到14節咧，佢就話俾我聽，我被聖靈感動，天使帶到我去一個好高大嘅山，然後將嗰個由神從天而降嘅耶路撒冷聖城顯示俾我睇。佢開頭咧係遠遠嘅睇嘅，佢話我入遠遠睇嘅時候咧，話城中咧有神嘅榮耀，城嘅光輝咧好似貴重嘅寶石。佢話好似咩寶石咧？好似碧玉啊！中國好中意玉噶嘛，佢話哇好靚啊，好似好靚嘅玉咁樣樣。又咧好光明咧就如水晶。佢話咧有好高大嘅城牆喎，哇好高大，點解咁大嘅咧？佢話呢個城咧有12個門，東南西北每邊有3個門。咁咧喺門上邊咧係有個天使企喺度嘅，喺個門上邊咧有個名字寫喺度嘅，係12個支派嘅名字。咁呢個城咧有12個根基，根基有羔羊12個使徒嘅名字。又係話我從遠方咧，我見到呢啲，我見到哇有天使，有12支派嘅名字，有12個根基，12個根基上面咧有使徒個名字。咁跟住咧，我哋就去約翰咧就再行前啲睇啦。佢再行前啲睇嘅時候咧，佢就睇到咧15節到21節。邊個可以幫我哋讀咧？好啲一齊咁啊！冇所謂。那對我説的話的天使，那像金的蘆葦，當且要量那城門和城牆。城是4方的，長寬就一樣。天使咧就用呢個蘆葦量那城，共有12000斯里地，斯他利都係咁啲嘅。長啊寬啊高都是一樣。他又量了城牆，按照人的尺寸，就是天使的尺寸，共有144寸。牆是碧玉做的，城是純金做的，如同明鐵的玻璃。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修飾的，有1個根基是碧玉，第2是藍寶石，第3是綠瑪瑙，第4是綠寶石，第5是紅瑪瑙，第6是紅寶石，第7是黃的璽，第8是水蒼玉，第9是紅的璽，第10是翠翡翠，第11是紫瑪瑙，第12是紫晶。12個門徒是12種珍珠，每一個門是1顆珍珠做的。城內的街道是純金的，好像透明的玻璃。感謝主，一個字講晒，中間就好靚，好靚好靚，大家講好靚啊咁啊！
好靚啊！唔講，好靚喎！當約翰咧行前啲嘅時候，佢睇清楚嗰個城係點樣樣。佢話：哇！呢個城好大啊！點樣大法咧？因為佢呢啲係用一啲嗰啲單位咧，我哋未必能夠清楚。但係我化翻出嚟做咧，佢話呢個城咧好特別嘅。呢個城咧係長又咁大，高又咁大，闊又咁大。因為有個人喺度量，即係話俾佢聽。原來佢話咧，我嗰個成個城牆咧嗰個闊度咧係。佢呢度講到中文咧就講到4000里，咁亦都有唔同新嘅翻譯本用翻聖經裏邊呢個翻譯。其實佢講幾大咧？佢話咧，我呢個城牆咧，嗰個闊度長度咧係2200個公里 ，OK？ 高度有2200個公里，咁個深度2200公里。咁2200公里係咩意思咧？其實咧，我覺得好難明喎。但係如果我咧由香港咧直嘅度到嚟新加坡。香港離開新加坡知唔知幾遠啊？大家你估下？唔知啊！嗱，一個3個幾鐘啦，4個鐘。係啦，一架飛機飛得幾快知唔知啊？大家講嚟聽下。邊個坐飛機最多啊？舉手啊！你咯。一個飛機咧係飛800幾900公里一個鐘頭啊嘛，你要飛3個幾鐘頭咪即係2000幾啦，係咪？但係飛機因為又兜來兜去，佢唔係直飛㗎嘛。我喺嗰個網上抄到個資料咧，由香港到新加坡啦，中心到中心咧，大概係2581個公里。如果由香港直度去台灣嘅話咧，就717公里。咁當然我要度一度香港去到 KK 啦，係咪？就1840個公里。佢話俾我聽，呢個城牆嗰個長闊高咧，個大咧就好似由香港坐飛機坐到嚟新加坡咁遠。嗰個長度啊，嗰個同埋高度又係咁高喎，一個積木咁樣樣。佢話呢個城好巨大啊，唔係一個好細嘅城啊，亦都唔係好似我哋呢幅畫見到咁樣樣，因為佢個高度咧係高到咧好高，係高到咧由香港坐飛機去到新加坡咁高。你知唔知啊？你點睇啊？哇！咁高嘅，哇！主耶穌話：我翻去為你，主耶穌話：我翻去為你預備地方，預備好啦，我就帶你去。好靚喎，係碧玉做嘅喎，仲有呢個城牆幾厚咧？佢話呢個城牆咧嘅厚度咧係200尺，200尺好厚喎，點解要咁厚嘅城牆咧？主耶穌話：街道都用精金做㗎，佢話我大把。而家我哋啲人咧做生死嘅啦，即係都係為一啲少少嘅錢財、少少嘅金寶，係咪啊？為幾粒金，又少少嘅嘢，為啲可難嘅嘢。主耶穌話 ：OK 啦，但係你知唔知我翻去為你預備一個永久嘅居所，係一個咧好靚嘅城。個城咧個高度咧就呢度去到新加坡咁遠，闊度就呢度去到新加坡咁遠，個深度又係咁。個厚度唔使咁厚啦啩，要200尺。神唔知點解俾啲咁仔細嘅資料咧，俾使徒約翰睇咧，好奇怪喎！但係呢個就係咁記載，唔單止咁，呢個12個根基嘅裏邊咧，佢話俾你聽係用唔同嘅寶石做嘅，連個門咧都係用個大珍珠嚟做嘅。跟住22到27節我嚟讀，佢話咧，我睇唔到，佢跟住行得好近啦而家。你睇到城嘅裏邊咧，點解冇咗聖殿嘅？佢話城嘅裏邊咧冇咗聖殿喎，因為神咧全能者和佢羔羊咧係成為咗城裏邊嘅殿。嗰個城內咧又唔使用日月光照，因為神嘅榮耀光照佢，又有羔羊為城嘅燈。列國要在城的光裏行走，地上的君王必將自己的榮耀歸於那城。城門白晝總不關閉，在那裏沒有黑夜。人必將列國的榮耀尊貴歸於那城。哇！好靚啊，靚到無論啊，無比啊，又唔使用電喎嚇。同埋呢個城咧係唔使閂門㗎，佢話，因為點解咧係極度安全，唔使閂門㗎，又唔使愛國者導彈啊，又唔使韓國咁啊搞埋啲咩薩德系統喎，冇呢啲嘢㗎，係好安全㗎。同埋咧喺裏邊咧有神嘅同在，
唔使太陽，唔使月亮，因為咧神與他們同在，神就係佢哋嘅光。但係到一轉嘅時候咧，到27節嘅時候咧，佢講咗一句話：凡不潔淨嘅，並那行爭與虛謊的事，總不得進那城。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，才得進去。弟兄姊妹，呢個城係咁靚，哇！又高又咁靚，咁宏偉，好多地方喎，好大喎。就係主耶穌話：我翻去為你預備地方。但係佢要入去嘅時候咧，佢話個名字一定係一個生命冊，唔係邊個嘅生命冊。佢話喺羔羊嘅生命冊上邊先至可以入去。如果冇嘅話咧，係入唔到去。咁邊啲人喺生命冊上面冇咧？佢話凡不潔淨嘅，同埋行可憎嘅、虛謊嘅事嘅人，佢哋係唔可以入去。約翰話：我從遠方睇已經好靚，行近啲睇仲靚。行到好近睇嘅時候，哇！真係好靚。佢仲見到裏面有生命嘅河，見到有生命嘅樹，生命樹上面有果子，一年12個月都有果子食。樹上嘅葉子嗰啲樹葉咧，可以醫治百姓嘅疾病。一個好靚嘅聖城，但係唔係個個都可以入到去。我哋再睇翻最後嘅幾節聖經，22章嘅16到21節，讓我讀。22章嘅16到21節，我耶穌差遣我的使者為眾教會，將這事向你們證明。我是大衛的根，又是他的後裔，我是明亮嘅晨星。呢個只有耶穌會咁樣講。聖靈和辛苦都來說聽，來聽見的人也該來說來，口渴嘅人都要來，願意嘅都可以白白嘅取生命嘅水。佢講話咧，你哋嚟啦，聽到啊，願意嘅你就嚟啦，聽到嘅願意嘅口渴嘅你就嚟啦，你係白白嘅取河裏邊嘅生命水去飲，你嚟啦。跟住耶穌話：一本書咧，其實我喺度諗，聖經咁大本書，咁厚，有啲人當枕頭喺度瞓，係咪？咁成本聖經最重要嘅係咩地方咧？一定係最諗到嗰幾句話語。即係睇書都好啦嚇，睇一封信都好啦，一封愛情嘅信咩都好啦，結尾嗰幾句係最重要。一個家書亦都係。咁耶穌你俾呢本聖經我咁大本，哇！我點睇啊？起碼佢睇最撚尾嗰幾句啦，因為最重要啊嘛。最撚尾嗰幾句咧，18節我哋一齊讀好嘛？1、2、3。我警告一切聽見這書上語言的人，若有人在這語上加添什麼，上帝必將記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。這書上的語言，若有人查去什麼，上帝從這書上所記的生命全和聖直刪去他的份。證明這些事的事，是然，我必快來。阿門。主耶穌話：我願你來。願主耶穌的恩惠聖子眾聖同在。阿門。佢最尾佢話咧：我向一切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人作見證。佢講緊兩類人。佢話第一類，如果有人喺嘅預言書上邊加添啲咩嘢嘅話咧，即係呢個裏邊我講咗，但係你覺得唔夠，你要自己再加落去嘅話咧，改變我個意思嚇，加添即係加咗我冇講嘅話咧。如果你咁樣做嘅話咧，我要將呢本書上邊或者啟示錄嗰本書上邊所講嘅一切嘅災害，要加喺呢個人嘅身上邊，哇，好恐怖喎！其實第二類嘅人，佢話若有人喺呢個書上邊咧。預言書上邊，如果刪除去啲咩嘅話，如果呢個人喺個預言書上邊刪除咗啲嘢，佢話我必從呢個書上所寫嘅生命樹同埋呢個聖城嘅裏邊刪咗佢個墳。第一類嘅人咧，佢話假如你係加添嘅話咧，我將呢個所有災禍加你身上邊，咁呢啲可以咩人都得，咩人都可以加噶嘛，係咪？有好多人讀聖經啦，佢哋唔係信主，都唔係基督徒，佢係一啲叫做讀當係研究工作嘅啫。可以咁佢話呢啲人咧，我就將災害加俾你。但係第二類嘅人咧，佢話假如呢本書上邊所講嘅嘢，你刪除咗啲咩嘅話咧，我會將你嘅名字
從生命樹嗰個裏邊同埋聖城裏邊刪除佢。我話主啊，你講緊呢啲咩人啊？其實佢同我講啊，呢啲就係基督徒嚟嘅。有啲基督徒咧，佢哋會係到最尾嘅時候咧，主快再翻來嘅時候咧，佢會將呢個啟示錄上面所講嘅一啲嘅嘢咧，去刪除咗佢。呢啲又唔係，嗰啲又唔係，就好似包森牧師講，佢嚟睇聖經攞把鉸剪嚟睇嘅，呢啲又剪，嗰啲又剪晒佢。甚至有啲人咧係唔睇啟示錄㗎。主耶穌講過話，假如你咁樣做嘅話咧，我就將你嘅名字從生命樹上邊，從聖城裏邊去剪咗佢。咁我哋個思想主題就係話：主啊，你必快來。主啊，你翻嚟嘅時候咧，你話你好快翻嚟。去到最撚尾嘅時候咧，第20節，佢話係啦 ，Yes I'm coming soon。主啊，你話你 coming soon，你就快翻嚟。我哋見到呢啲嘅嘢，我個活着嘅時候，我生命到底係點咧？好多時我覺得有陣時我指着基督徒嚟講咧，活着嘅時候咧，好似咧 as if 咧，主係唔會翻嚟，或者冇咁快翻嚟。就好似主耶穌所講嘅比喻，一個好懶嘅僕人，唔去做佢嘅工，亦都唔去做管好佢嘅嘢，因為主人冇咁快翻嚟。咁我哋想諗下，主啊，當我睇到呢度嘅時候，我話主你幾時翻嚟咧？我用多5分鐘時間啦，我知12點啦。下一個 slide。主啊，你幾時會翻嚟咧？再落一個 slide。主啊，你幾時會翻嚟咧？主啊，你必快來，你幾時翻嚟咧？睇多一個 slide。再睇，唔好意思。主話我翻嚟嘅時候咧，有2類人，有一類咧係進入聖城嘅人，上面呢度；有一類咧係擺喺外邊嘅人。好多人話你唔好講啦，唔好講呢啲咁唔好嘅嘢啦，冇人中意聽啊呢啲嘢。其實唔係我想講，但係聖經講。我哋唔可以淨係講好嗰方面，唔講壞嗰方面嘅。如果好多人就我哋個個都得救㗎，冇呢件事㗎，唔好講佢。咁聖經唔係咁講，聖經話其實有啲人喺外邊。再下一個，咁主你幾時翻嚟咧？咁呢一個咧就係耶路撒冷聖城嚟嘅。我想同大家咧讀一段聖經，等我嚟讀啦，好嘛？咁我好中意呢段聖經嘅，係馬太福音嘅23章37到39。我好中意呢段聖經嘅，因為聖經耶穌講話咧，佢幾時會翻嚟咧？佢就講咗呢段嘢嘅23章嘅。37到39，我好中意呢段聖經。耶穌話：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殺害先知，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裏來的人。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，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們不願意。看啊，你哋嘅家成為荒場，留俾你哋。呢個應驗咗啦，已經。公元70年嘅時候咧。整個耶路撒冷係被消滅。39節，我告訴你哋，從今以後，你哋不得再見我，直等你們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。呢個聖經我好中意嘅，就係話，主話你以後都唔會再見到我啦，直至到你願意講話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。我哋一齊嚟睇睇呢段 YouTube 好唔好啊？幾分鐘嘅。我哋呢邊播啊！你嗰邊播，自己播自己嗰邊啦。條 link 話 call 唔到喎。call 唔到聽我㗎。你播到啦係咪啊？你播到啦係咪？係啊，你熄咗你嗰邊嘅聲音啊，如果唔係會 clash 咗。好啊，你播你嘅啦。好啊。而家可以開啦，我哋可以開音啦。
感謝主好唔好睇啊？咁你主聽唔聽到啊？聽唔聽到啊？聽到嘛？聽到。有冇睇到啊？頭先？睇到啦。睇咗啊！好唔好聽啊？大家覺得？聽完啦，快。好唔好聽？我未聽完 ，sorry。聽完未啊？你哋？聽完就要啦。OK 啦。OK 啊！我好中意聽佢哋嘅歌啊！咁啊，同佢哋跳舞都好好睇啊！嗰啲男啊女啊跳舞啊嗰啲，咁我唔知點樣玩到咁。但係佢話咧，佢哋係呢班係一班以色列人嚟嘅。呢班以色列人嚟話咧，佢哋歡迎，佢哋感謝彌賽亞已經嚟咗啦。呢一班咧係一班信主嘅以色列人。耶穌話咧39節，佢話咧：我話俾你聽，你以後都見唔到我，你揾唔到我㗎啦，直等到你話奉主名來嘅係應當稱頌。跟住耶穌就講24節後邊，有24章後邊所有關於叫做末期嘅預言。所以耶穌話咧：我就快翻嚟啦，我就快翻嚟啦。就快翻嚟嚟講嘅話咧，幾時翻嚟講嘅話，我相信咧真係好近好快。咁其實今日嚟講嘅話咧，就係想大家咧翻去嘅時候諗到話